绍一下吗？啊，对，杨总。哦，你好，你好。这么安排的，感谢。行李他们，行李要拿过去吗？行李有，把那服装全部拿过来。拿过去我换。咱们最好的一边，咱们这看挺好，这个太阳没有了，对，凉快一些。吉人自有天相。那个就是。对，那个是我们国家舞蹈传承人之一。这次这边过来的整个艺术也可以说是知名的国宝级别的这个国宝级别的这个，而且你看这个就是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扎西昂的。然后呢，你看这个代表性的拉布的看住，然后咱们这个艺术师的这个曲艺，还有这个家用菜菜，嘎玉菜菜在哪里？嘎玉菜菜在这里，一个一个的风格，不是老师。好的，往外怕看热闹嘛。这个其实是他们每一个人的这个舞蹈风格。好的，好的。我们中国这儿的艺术的老乡，过去的这个。好，扎西卓玛啊，扎西卓玛完成上去了。完了，再就我们团队的，我的这个团队是咱们艺术州三江源非遗歌舞艺术团。好，那就是上基的，行，正常的。来帮你拿，来。今年以前还可以，因为太阳没出来，稍微凉快一点点。车墙上头搁了点。然后是。6块吗？我都重开了，一会儿视频，一会儿视频。好的，他这两个就拿下车，我就拿到车好。我也是的。三弟，他当然境外中心这就是这个。都是不到那，就是老是的，你知道，你看就看那。这境外中心跟这些都有，你只能知道这后面有个充电宝，充电宝抖一抖的。你这些不是这个，你拿不拿？境外这个呢，只有我这里。这个印象就是现在过来最多的人，这是上次跟他做的日了。对。第一次我们到那个地方他做的日是。就往西部转。那个地方他们那不管我咱们这个地方，我先协调一下。我现在同意了。今晚上回去。上次咱们是安排的几万的啊，对，特别好说，那是很好的。他说晚上能不能去说？今晚上？对，他说能不能去？我们也愿啊，但是我说一是要跟你的，就是因为上次是云峰老师联系的，他那是全国最大的一个网红地，就锅庄舞发源地，就是这个风靡的时候，就他几万的过来。那边今天晚上。能联系微博，我以后联系一下，可以联系一下啊，联系。联系的话，我们就不是我们在就是今年开始也是打造这个偏向于全民健身的这个艺术锅庄啊，对，因为咱们艺术衣物和锅庄有很大的一个差别，对。因为这个衣物呢，你们发现里面它的包括动作，它的这个有些难度，真的一般情况下很难接受啊，是。那体力消耗有点过大。对。啊，当时呢，就我在这个19年创作的这个现在火的那个衣物里面吉祥艺术通过啊，我知道吉祥艺术啊，那是当时我创作的啊，你创作的，哎呀，那是19年，包括那个的整个活动的时长有2个小时19分，这 U 盘都有，等一会儿老师我给送。这吉祥艺术是很好，是吧？吉祥艺术，而且整个音乐我做下来花了57万。啊，是，知道特别有才啊。然后我是这现在他的
看了几次，关了一次，然后多少人呢？现在人少了，没搞那个。现在这之前竖屏的，然后搞成最开始横屏的，搞成竖屏，再搞成横屏，又重新开了几次。我觉得横屏好一点吧。我开车的时候用竖屏。今晚上看挺快的。它的动作每个都有要求的，而且呢，你看现在我们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精彩。不是也可以说的是，他那不能买钱。换衣服，一会儿把生意结合嘛，所谓的文化，它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哎，那包括我们的服饰也是，你说一成不变的，拿我们青藏高原上的穿着皮袄到成都过来，你说，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发展中，这个是一个最好。最重要的一点，作为一个藏族的创业吧，56个民族一看，哦，这个藏族人都开了，让你不是。那其他的随着时代可以变化，这是我的观点。包括我们饮食也一样。那作为一个藏族城
牦牛肉，其他菜不能吃吗？你像他们现在说的，这就是我们典型的川字啊，阿坝州川就是京滨的。这就我们也是辣。我们这儿每天都是这个山只要上一会儿嘛，也是一方面，你走的这个大瓦普瓦鲁，成都哎，这个曲子是不是叫瓦普瓦鲁？对对，新川国庄，新川国庄瓦普瓦鲁。那个是个软件，现在都可以下，都可以下，它只是一个摄像头，就跟那个手机我自带的那个相机是一样的，你下的这个软件它都可以。
可以，就是限个卡达，然后就全部你们就按照你们的流程。然后专业的好像跟那个业余的是有一些差距。专业的你看动作之类的不一样。是，你看王琴他们其实也跳那个就是那个金发宝那个吉祥玉树，对，也跳，但是看起来很不一样。也许可能是服装是一个方面吧，但是人家那个跳起来就很专业，就不一样。对，一看就知道。动作就做得很到位。包括那曲的那几个也是，人家都是专业舞蹈团的，是跟你那个跳起出来的天花板，差的是有点远。只有小各地喜爱锅庄的锅友们，光临成都藏枪印象。那么我们这个藏枪印象呢，是专门为全国的锅友创办的一个以锅庄交流学习的这么一个场所。那么今天呢，我们迎来了这个青海玉树三江源锅庄艺术团，非常开心呢，能在这里边能面对面的去感受我们锅庄的瑰宝青海玉树的衣舞。那么今天呢，到场的有来自我们甘孜州的，陕西西安、海南海口以及全国各地的锅友。希望呢，通过这次的这个活动交流，让我们青海玉树的衣舞更能走进锅庄爱好者的生活当中。也欢迎和希望大家通过这次活动，我们了解玉树，了解衣舞，更加喜爱锅庄。谢谢大家。在这些上再加了一超级多高级国际的世界级的10年的锅庄这不是，肯定是呀。给他们今晚上去境外。好的，亲爱的各位锅友，来自全国各地的老师们，大家下午好。那么这边呢，我们来自青海玉树州的老师们正在换衣服，我们的活动呢也即将开始，请大家稍安勿躁。今天呢，这个俗话说得好，吉人自有天相。在5月份呢，天气有点小炎热，但是现在呢，太阳已经躲进云里面了。它也能感受到我们锅友们的激情，创造了一个好天气，清风徐徐。那么下午呢，我们锅友们的欢乐时光即将开始。今天呢，我们到场呢，除了我们本地的锅友以外呢，今天呢，有远道而来自我们宝岛海南海口的锅友们，有来自我们甘孜州康地泸定的锅友们，有来自我们西安锅庄协会的锅友们，以及我们平都区所有喜爱锅庄的资深锅友们。相信呢，今天下午呢，一定是我们锅庄的一场盛宴，大家拭目以待，谢谢。11个，素菜有，还好呢。垃圾的。
还有在换衣服。对他们现在都。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先有请我们远道来青海艺术中三江源服装艺术团的老师们，请先登上舞台。我们先献上洁白的哈达，代表我们对热烈和对诚挚的欢迎。下面呢是宝宝。现在由我们海拔最低海南的歌友们，向海拔最高我们最崇拜的玉树的玉母歌友们，文艺馆的老师们，向上我们最真诚的哈达，代表欢迎他们的光临指导，感谢他们。我们海南是海拔最低的，然后向海拔最高的地方，玉树向上洁白的哈达，祝大家幸福吉祥，祝我们所有在场的歌友们以后喜欢歌唱的道路上锻炼身体，开心快乐。这次我们大家都很荣幸，向我们艺术团的老师们教你学习，这是多少歌友们梦寐以求的时刻。再给一个。还有我们领导，这还有一个领导，领导好，我们稍微看一下我们一起录的视频。我们所有的摄像的稍微看一下，让我们专业的摄像在台上。大家有个自信吧。那各位摄像老师，麻烦请你们下到下面来，我们要统一，我们也是给大家能直接让你们这些人上这真实的影像，好吧？所以这个手机拍的是大家你提供下面影像一下，好吧？谢谢。此刻我们来的这边是来自青海艺术周三江源非遗歌舞艺术团，在我旁边的是我们艺术周文体旅游团队局副局长骆局长。然后现在我让骆局长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队员的这个成型，队员的这些概况来介绍一下。好的，上场印象的各位老师、各位工作爱好者，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青海艺术三江源非遗歌舞艺术团的演员们。我首先在这里呢，就是我们给老师们，然后呢，工作爱好者介绍一下我们这次的，也可以说是演员真容吧。首先，这位老师呢，就是他叫扎西昂将，也是我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玉树遗物的代表性传承人。而且这次我们临过来的演员，总共我们玉树遗物分的也分这个中间和左岸和右岸。平时老师们跳锅庄遗物的时候，这里有些细节上的问题，这里很少注意。然后呢，我们演员们到这里了以后，老师们可以细品，包括他们的抬推，包括他们的回手，包括动作上的每一个细节，
有这个比较大的这个差距，而且呢，在张刚老师的带领下，也可以说是我们玉树现在这个义务可以说是走出了玉树，可以说走向了世界。紧接着这位演员呢，就是我们网络上被称为干预猜猜包括抖音、包括快手平台都能找到，他是典型的代表通天河左岸的，也可以说是标准的咱们义务工作的传承人。还有这位呢，就是我们的叫这个资深讲座，他的这个舞姿呢，就是英俊潇洒，特别能体现开发年轻人的这种风格。我就代表性的就介绍，一一不介绍了这位就是我们叫森哥，网络上面被称为格萨尔广场的白衣哥，网红义务的这个表演者森哥，他也是偏向于我们现代的，现代的这个义务工作，因为传统和现代怎么分了，老师们也肯定知道，我们传统的有些动作很有讲究，包括拉萨的这个对韵龙马一样。包括他的手势不去过这个眉毛包括我们玉树的衣服也是，之前我们传统的跳法，他的这个女的跳舞的时候，那就是他的手不能过于头，而且呢，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的文化就是交流、交往、交融，在传承中发展，发展中传承。我们玉树衣服呢，就是也可以说是很好的以艺术美的形式去呈现吧，这也。都不是咱说了，很传统，好像是固定式的，不是那种。然后呢，我们好，这位老师们肯定听说过，还有我们比较出名的有民间这个艺术团，叫通天河艺术团。通天河艺术团，它原本也是代表通天河左岸的，之前呢就是通天河艺术团的领舞，他就可能当了10几年，包括我们的财产老师资深讲座也是。通天河艺术团里面顶级的这个舞蹈演员，我们这次叫过来。然后呢，这个我们领队里面，他也代表这个，老师们有听过拉布活动，他是典型的拉布级的这个舞蹈。从他的这个从艺经验吧，肯定就是代表成都县参加无数次这个大的中心的这个活动，而且这领舞的时间在15年以上。这位是典型的通天河右岸的代表，也是我们称为节骨玉树他的一个也可以说是玉树最棒的一个领舞，叫这个尊音。还有我们的这个人现代牌的吧，也是新生牌，应该跟这么叫，不能说现代牌，新生牌。像这个呢，就是我们这次最小的年龄只有16岁，像这个的话呢，就是21岁。他们就是偏向于我们义务的现代的跳法，包括腰的弯度、腿部的曲度，各个方面。老师不是网络上有个说法嘛，细品每个演员的这个动作，包括其实仔细听看，你能看出这个一些区别。不然的话，其他的看过来了以后，好像艺术义务正大过状，看着好像没有什么区别，是吧？然后呢，你是艺术细节上面，包括真的它的这个腿部跨度是比我们艺术的义务肯定要比较大的。其他的那方面艺术性质，包括它的刺了，包括它的这个对称了，都是一样。然后呢，这次我们主要过来推荐这个玉树的文化艺术和这个生态畜牧业。然后我们的7月10号呢，在玉树企业的公历7月10号，我们预告了7月10号玉树举办第2届全国锅庄舞大赛。然后7月25号是我们玉树传统的赛马节，初步定位8月17号是。有全国的这个山歌盛典在玉树举办，届时了，欢迎在座的成都的朋友们、锅庄爱好者、老师们，欢迎你们到江源玉树，掌声来嘞！紧接着我们要展现的这束舞蹈呢，就是我们玉树也可以说是近期有我们创作的一个新的义务，它的名字呢，我们有个地位叫舞王，因为我们的。张刚老师成为玉树的舞王嘛，然后呢，就是也可以说是首次在这面公开就是表演，那就是我们的这个第一个节目呢，就是这个舞王，在张刚老师的带领下，我们的演员们就是这个表演的所有的咱们这么说是因为大家想拍摄都在最起下台，因为一会儿我们跳舞的话，给演员们给最大的空间，咱们尽可能谁都不上这个台阶，给这些老人配合一下。然后咱们出头的演员，咱们先去准备一下，我们音乐也准备好了。好的，音乐
3个团队必须唱好听的马曲。然后在这边也说一声，大家除了这里可以欣赏我们的舞蹈以外，今天和明天都在这个环球中心，可以这边体验我们的非遗文化，体验我们的这个艺术的农创产品。大家也欢迎来到这个环球中心，这边有我们的艺术一个点。那我们都到下面了，大家往后点，咱们都到下面来。这还没有。
太烫了，手机都自动关机了几次。你又停了？我那个还可以，你那个我那个又停了。好的，大家觉得过不过瘾？不过瘾！我没有听到你们的尖叫声。啊，我们让各位老师们稍作休息啊，因为确实咱们再说哈。感谢delay。好的，那么有请我们艺术的老师们闪亮登场，各位抓紧找好机位。接下来展示的就是我们前面跳的就是我们名副其实的艺术遗物，然后现在呢就是我们准备的就是很传统的，咱们的这个艺术锅庄，也是所谓的这个偏向于全民皆是大众能接受的这一类。好，大家都可以参与啊！把队形拉开。凉快啊！吹风扇嘛，无人机的，风扇也吹风嘛。队排好吧，然后呢，各位也可以参与，这些动作是比较简单的，容易接受的。太舒服了，这个东西这里干了吹风嘛，好的，不会。好，音乐可以放了。
谢谢各位老师。那么今天呢，其实有一点。
还有，哦，没有了，没有了。挺慢啊，关键是卡口。对。我拍他，我拍你啊。一般你上不了镜头，我知道。好的。因为我们都是爱好人，现在啊，那个讲的这个，也是在金山上。
的嘞。结束了，看完这最后一。好的，那么让我们最后一次用掌声感谢我们的老师们带来的精彩演绎，谢谢你们。相机马上自动关机了，太烫了。回头高温报警了，报了好久了。相机报警了，温度过高了。继续上场。咱给你们前面。62岁了。还有朋友你想抢吗？太燃了！现在音乐就像这样挺跳的。
还没练，还练过嘛？刚刚进来了。机器都害怕了，自动关机了哈，多次。那个飞翼传承人上面那个。这两个，上面那个手机也是。这个咱们抖音直播也是，它是华为的手机，它之前很早就关机了，它反而那个苹果还支持这个苹果支撑了很久，我都没看它自动关机的。这抖音那个不是抖音，这是华为的那个啥手机，散热提前好多分钟就关机了，然后就下线了嘛，它自动下线了。然后我那个等会儿温度过高几次。他们今晚上要去九曼，临时决定的。然后我问洛桑说，应该没问题。然后你说今晚上去。一起来照个相啊！你都喜欢男的。我也来一个。全部发吧。这个今天的天气确实有点小闷热啊。对，各位老师跳舞的同时呢，请注意自己的感受啊，不要过于疲劳，预防中暑。就是在外面旅游的时候，一看跳锅庄了，然后他们就喜欢上这个锅庄了。咱们一起给个大拇指吧，来，一个大拇指啊，漂亮的草马。等等啊，马上，好，准备啊。啊，对，这个手，对，那边这个手，那边这个手，那边那个手，对，快手。左手。左手。
大锅庄。还是还是特别丢进去。好了，继续有请我们艺术的老师们。最后一个节目，他们一共有4个。我一看到以后要准备个散热的节目。在外面摄像，用摄像在外面来，哎，它就好看，是个完整的。啊，好的。在外面，墙外面。那个云峰老师，我们这一曲我们站在舞台上往下拍，让老师们围一个圆，这样保证这个队形的完整性嘛。手机也要拍呀，3个拍，直播回放加上相机，再加手机，3个同时拍。现在手机上发烫了。哇，这真大锅庄吗？这啥？这一曲，这一曲叫什么名字啊？这一曲。真大工作是不去的。对，真的不是真大工作。他们是4个节目嘛，10个节目，10个节目，我不知道是哪一个。
我们现在简短休息2分钟。作为藏羌。
好的，那么接下来继续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艺术的老师带来从各国庄北京的金山上。还有一个在金山上啊，好热呀，热死！在北京的金山上。家家锅在锅里面，这个后背也是转好慢，适合人家就是这样慢悠悠的。其实正常的话，很快很快。啊？太大家好，我来自大理市长江源市，我叫。大家好，我来自大理市长江源市。我这个技术。快点，开裤子。别行别行。了解艺术。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来到艺术。不是，我要教你说的不是这些，不需要打广告，你就说你自己的收获。这一次来成都，这次来成都，然后就是看到大家这么喜欢我们的锅庄，这么喜欢我们的民族文化，我作为其中的最小的一份子，然后我是由衷的感到自豪和骄傲，然后这也激励我后面更好的把我们的这个民族文化给它发扬光大就好了。大锅底。这就是了，你看老师在这边教着吧，我已经拿了。哪家这个？哪家这个？拿了一个原生的，就拿一个这个。像我最小的16岁，好像他就是16岁，16岁。最小的一个。作为其中的小小一份子，我也感到由衷的骄傲和自豪。因为我们也希望你们这也激励着我能够更好的传承和弘扬我们的民族。就不会走太
开多动，完了就是哎，因为你不是有些在这改变对，也不行，因为毕竟我们是民间嘛，因为在看其他基础上，我们看的是模仿。他开枪了，他开的嘛，开了这个工作，最近精神的，哎，很多人。好了。